大家好，我係選委會界別17號候選人招國偉，出身基層嘅屋邨仔，一家5口住喺300尺嘅公屋單位，好記得每一晚都聽到樓上拉凳嘅噪音，由此萌生咗有自己安樂窩嘅夢想。大學畢業之後投身社會工作，其他嘅同學都成為咗老師同埋校長，我自己就投身政策研究員，喺2013年擔任公屋聯會嘅總幹事。2015年獲政府委任成為房委會嘅委員同埋小組委員，展開房屋政策研究嘅工作，並向政府提出政策嘅倡議，喺媒體分享見解。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，努力工作儲錢，當儲夠首期買居屋，同家人同住自己嘅安樂窩。香港呢個安樂窩係我哋700萬嘅香港人共同嘅家園，不單要有舒適嘅環境，仲要有長遠嘅發展。當中我認為香港需要深入對接15+5規劃，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嘅大局，完善規劃，改善民生，上進上流，以及提升居住嘅質素，都係我參加選舉嘅5大政綱目標。10多年嘅房屋政策研究，令我認識一班嘅好戰友、好夥伴，一齊倡議同埋落實房屋政策，完善房屋階梯。當中唔少嘅政策倡議得到政府喺施政報告當中嘅積極回應，推動房屋政策向前發展，全賴同各界攜手取得成果。我相信專業、理性、團結嘅理念，進入立法會更好同政府攜手合作，並肩而行。未來北部都會區同新發展區相繼迅速發展，希望透過我嘅專業知識同埋經驗，繼續虛心聆聽各階層嘅聲音，凝聚各界嘅專業力量，構建好政府同埋民間嘅溝通橋樑，共建我哋理想嘅安樂窩。我係招國偉。希望大家喺12月7號可以投票支持我招國偉，凝聚香港，共建安樂窩。